各位天天樂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來看3月20禮拜二開出來號碼，04、09、17、26、35，這條控數連續開3期吼。繼續來看3月25禮拜三，天天樂淡水提供10條要出牌號碼，給大家參考看覓。01、03、05、10、15、21、22、28、36、39、01、03、05、10、15、21、22、28、36、39以上這10個號碼，給大家參考看覓。感謝收看。